Hello， 大家好，咁嚟到10月1號啊，富仔繼續都會有呢個賽前同大家講下晨操有冇啲咩 fit 碼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咁減碼社嗰度咧，我揀咗第一場同第9場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聽第一場同第9場嘅話咧，可以去減碼社咧聽下富仔點樣分享。咁而呢一度咧，我就揀咗第2場嘅4筆1200咪同大家講下 fit 碼啦。咁首先第一隻揀3號嘅標誌極光先啦。咁上一場嘅賽事追隻立得準咧，咁嗰隻馬之後再出係可以再贏多場嘅。咁標誌極光今場個檔位亦都即係非常之好啦，排過2檔。而呢組咧，其實質身馬比得上多啲，實力對手唔多，咁所以我覺得標誌極光咧，你可以搏呢啲馬贏，或者拎嚟做膽，我覺得個 OK 嘅。而另外一隻咧揀4號嘅海陸寶啦。上一場嘅賽事我都有揀佢，都諗住佢擺前面可以放翻嚟啦，因為畢竟呢啲馬一出嚟同天星同緊呢一個嘅閃光燈嗰啲馬去跑而穿 Q， 我覺得係一隻唔錯嘅馬嚟嘅。但係估唔到上一場賽事佢冇放頭，竟然係後追跑翻個第3翻嚟啊！而今組嘅快馬唔多啊，咁希望奧爾文可以即係早段積極啲啦擺前邊啦就唔好用翻呢個後追，因為我覺得佢放頭嗰個跑法咧係會比較上好啲。咁所以海陸寶咧我都有揀嘅。而第3隻亦都係揀一隻會擺喺前走12號嘅碎渣。呢隻馬喺上季尾我已經覺得佢神貨觀感嘅狀態係慢慢回勇翻嘅。雖然呢一場咧跑場1200嚟開起，我覺得1200都係略嫌短少少，因為呢隻馬咧本身係一隻比較均速啲，對大步攬順咗咧，你要追佢咧都有時比較吃力啲嘅。咁幸好呢場快馬唔算話太過多，有啲賠率嘅話咧都不妨可以兜埋呢隻嘅碎渣，畢竟我覺得佢嘅神操觀感嘅狀態係好好嘅。咁所以呢場嘅賽事咧，我揀3號、4號、12號呢3隻馬俾大家。咁投注方式你可以2重彩3隻互穿。咁如果你3隻互穿嘅話咧，咁即係當然係搏4同12，睇下有冇機會係入嚟即係整條二重彩啦。好，咁今次嘅分享咧就去到咁多先。咁希望咧富仔呢條2重彩咧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大家想睇埋其他場次嘅富仔分析咧，或者想睇下富仔即場沙圈揀啲咩馬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投注咧，記得要加入富仔嘅賽馬群組。咁入邊咧有晒過關啦，有呢個嘅綠寶啦，有 Marty 啦，你講得出嚟嘅嘢我都會有噶啦或者我專登做俾你都得嘅。OK， 咁少少嘅支持咧就有8個賽事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富仔。我哋下個賽事日再見，拜拜。